顶礼拜全台湾流感看医生的超过18万人次，当中增加128例，28例死亡，上细汉的个案无到10岁。哈马斯指控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放调要延后放出人质，Trump是要求这哈马斯15中岛战争都要放人。美国又有飞机烧弄，一只客机因为起落架故障，冲出跑道，弄到另外一只，造成1死5伤，是2礼拜来第4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行政院针对选罢法修法提出复议案。立法院会今日是投票表决，落尾是以60票反对、51票赞成通过掉。民进党团的放调要提出暂时处分甲释宪，也若是那边是批评讲一直咧复议是会造成国家甲社会不安，请声叫行政院长杜英泰都要请示落台。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行政院针对立法院三读通过选罢法修正案提出复议。立法院会11表决虽然民众党立委林奕芬、黄珊珊因为出国无投票，最后由原伫那边联手之下，以60票反对、51票赞成，复议案互否决。不过民进党团请声要提暂时处分甲释宪。标准配备就是暂时处分释宪，这标配暂时处分，然后再4年级都走过3关嘛。行政院回应对复议案结果无感觉意外，也毋过若被批评，定复议造成国家社会不安，更加向行政院长杜英泰发声，复议案无过就应该请示。卓荣泰大概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提复议，还是厚着脸皮赖在行政院院长的座位上，这是国家的不幸。这摆选罢法修正案将定连锁加严条款，明定罢免案提起人，加连锁人名册，爱护身份证将发明影本，没有他人雇主连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还是扣薪代票100万以下罚金。那也立委吴宗宪强调，有严格连锁才会提悬罢免的公正性，无希望伫罢免结束了后，搁变做大告发时代。如果你今天去做一个违法的联署，这个都会将来会构成犯罪。联署书上面去伪签他人的名字，这个会构成刑法217条的伪造属押罪。选罢法连署加严修法，因为复议案否决，会等总统公告生效，罢免案连署法令会安怎适用？南亚立委王晓玲主张，二阶段连署都爱适用刑法附上身份证影本，避免无公平竞争。中选会顶2捌回应，刑法公布进前送件的罢免各阶段拢适用旧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内流感的疫情也咧升悬，顶礼拜全台湾类流感去看医生的，就超过18万人次，而且这流感的重症是搁增加128例，死亡的个案嘛增加28人，上细汉的无到10岁。最近元宵真侪人去看灯会，加上开学天气搁寒，疫情一定会做高炭，一定会做好防疫。国内流感的疫情还未退，疾管署拜二公布，顶礼拜增加128例流感重症的案例，死亡个案增加28个，其中有13个个案无注流感疫苗。疾管署指出，顶礼拜因为类流感去门急诊予医生看的有18万1000多人次，这嘛拍破10年以来同期上悬的纪录。因为近期呢会有元宵节的一个灯会的一个活动，还有学校陆续都已经开学，再加上最近气温呢比较有下降的一个趋势，那目前呢我们国内的一个流感的疫情呢风险持续，那所以还是要呼吁这些民众，尤其是高风险的一个民众呢，要尽早来接种疫苗。拒烟防疫过好年。面对流感，民众也要注意分开。国健署指出，平无食薰的人比起来，食薰的人得流感的可能性是5倍，甚至会影响到身躯边的人。因为爸爸拢是为着流感的囡仔，有接触二手薰的囡仔，重症带家互病房的可能性是4.7倍。你每天的香烟的一直暴露，那你的气道本来就是一个一直在每天在发炎的反应。当你得到感冒的时候，或病毒感染的时候，更容易感染。然后更容易感染，而且感染了之后呢，更容易得到重症，而且更不会好，会更拖得更久。另外，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的公费流感疫苗约存1.3万桶，目前有照行政院的指示加买10万桶，拍算上紧为2月20开始，予65岁以上时大、幼儿、慢性病患者等11类民众优先注射。疾管署提醒讲，国内有咧流感的流行期，
民众要注意防疫。若是喘气有困难、胸坎痛等等的症状，要赶紧到病院治疗。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气候反常加上国际情势无稳定，甲比岛的计数是起真济。今仔日台湾的 Starbucks 就宣布讲，明仔开始起价。也若是其他的咖啡业者，包含 7-Eleven、全家甲莱尔富是无要起。也若是路易莎甲卡玛是讲会看办势调整。全球咖啡豆机会最近一直咧起，就连台湾星巴克也疑似经袂调即届的成本起价。青也伫面册公告表示，受到气候反常和国际情势影响，为反映部分原物料成本，对10日开始，部分商品是小可起价，亲像现煮的二色甲每日精选的商品起5块，茶商品甲生冰绿商品调整10块，专门市内容继续添杯，全部饮品是调整5折优惠。斟酌一下要不要多花这些钱。性价比方面可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对啊，比较少去。观察全球2大咖啡机会交易所，其中的美国州际交易所咖啡豆机会的计数对去年2月12 195.6美金，一路是创甲今年1月超过300美金，2月初早来到431.95美金。其他的咖啡业者是坦白讲，最近伫商业豆甲机会豆确实有听讲起价，因应咖啡豆原物料调起价，加深中小型咖啡业者经营难度。大型连锁业，我觉得造成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不会太大。但是对这种中小型的这种个体户，那会不会淘汰掉一部分？我认为肯定会。对台湾星巴克起价，国内的便利商店亲像 7甲全家拢无要起价。85度 C 回应讲，目前是继续经，成本压力大。陆耀沙表示，3月了后看情形，考虑敢要调整。卡马咖啡是无继续调整的计划，未来会看咖啡原物料的市场随时修正。星巴克它可能是开了第一枪，但是接下来呢，其他的咖啡业者应该也会有陆续涨价的一些状况出现。巴西政府农作物预测机构预期在未来3年产量会大幅下滑4.4%，因此这个都推升了咖啡豆的价格。有专家认为讲，面对咖啡豆原物料调起，其他的咖啡业者可能会选择唔起来扩大市占率。只是咖啡的计数起价，恐惊互爱啉咖啡的人开销受到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内外有甚物重要消息，咱做伙来看。头起先来看，咱的国军为着提升北台湾的防空能力，就搁开249亿，甲美国买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这头一套是有机会伫咧今年交会，预计会伫咧2034年进前对当中交会，是当用来反制中极款威胁，掌握中共的无人机，加强首都款的防卫。接落来看，这消防甲救护人员是不时会当着民众失去理智，包含起手小、匹配叫，甚至阁有人会起卡动手。昨日下晡伫咧新北的树林，都有患者向甲救护人员站。这消促会的呼吁，除了爱甲防护设备穿好条，嘛爱加强危机的应变能力。上尾来看，今日已经开学啊！这新竹县府是新开一条快捷9号公车路线，今仔日开始试营运。不过，这学生啊是透早去车牌啊，等半点外钟，车犹原无来。查落才发觉讲是厂商的驾驶无正常交班。县府就赶紧换另外一间业者发车，本地的业者嘛甲伊的经营路况毁掉。今日下晡这放学的时阵，学生啊就已经有车通好坐啊。咱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这美国总统 Trump 初10是签行政命令，宣布对3月初4开始，所有入美国的钢铁也有阿鲁米拢按扣25%的关税。受影响上界大的是加拿大、巴西甲墨西哥。针对美国这项政策，加拿大生产商协会就呼吁因的政府一定要反击。Do you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It's a big deal. It's a big deal.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making America rich again. 川普初10伫北京办公室签署对所有的钢甲阿鲁米进口聘扣25%关税的行政命令。3月初4正式实施了后，所有进口的钢甲阿鲁米拢会变贵。川普讲安尼会当提悬国内的生产量。另外，消费者敢会爱为高关税付销的问题，川普讲长期买颠倒会更较俗。美国钢甲阿鲁米进口的前3大主要来源，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其中加拿大今年去年就占进口额的50%以上，受到的冲击也上大。以加拿大去年出口美国159亿美金钢铝制品为例，加拿大可能会封扣40亿以上的钢铝税。
创新科学甲工业部长尚平辉伫 X 发文表示，这完全无合理，会全力支持加拿大的工业甲劳工。伊也当咧甲国际合作谈判进行协商。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讲，这是无公平贸易，呼吁当局爱互因严厉反击。You know, I really am upset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I have to call for heavy retaliatory measures, fast retaliatory measures, and impactful measures against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时，对所有进口钢铁扣25%关税，女关税是10%。但不过，澳洲、加拿大甲墨西哥等国家经过谈判后合并，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伊伫甲川普通电话了后，宣布澳洲跟甲阿鲁比会互合并。川普事后也证实这个消息，理由是因买真济回零机。川普的加税申请引起大件商品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无确定性升悬，推升避险买盘。国际黄金计数阁改写历史新高，每盎司徛上2906块9角3美金，有希望挑战3000块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跟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第一阶段1月19已经开始。这协议的内容是哈马斯放出33个人质来交换巴勒斯坦的犯人，而且要让巴勒斯坦人甲物资拢会当进入加沙。不过，即阵哈马斯是指控这以色列违反协议，放掉要延后放出人质。面对这款状况，美国总统 Trump 就随出声，要求哈马斯15天前就要把所有的人质放出来，若无就要废掉协议，让一切无法度收束。If all of the hostages aren't returned by Saturday at 12 o'clock, I would say cancel it and all bets are off and let hell break out. Trump 设定伫15拜六中昼的期限，要求所有哈马斯甲全部的人质拢放出来，毋是3个2个分配，是要拢总放出来。若是无照办，代志就大条等地壳爆发。Trump 认为所存的人质应该大部分拢已经死亡，直接进行放出来人质拢互哈马斯扣留。嘛讲停战是伊的主张，以色列会当推翻，同时阵嘛无排除出兵加沙的可能性。另外，伫接受福斯电视访问的时阵，川普搁再讲出互人着解的话，讲袂互巴勒斯坦人转去加沙，会另外搁起安全的住所，互这190万的人住。强调美国每年附近的埃及甲约旦几若10亿美金，应该会当含因达成接收的协议。In the meantime, I would own this. Think of it as a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It would be a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Would the Palestinians no have the big right money to return? spent. No, they wouldn't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have much better housing. 川普清空加沙走廊，甲巴勒斯坦人抓走的主张，和以色列旧派同款。啊，毋过无论埃及还是约旦这个出片国，早就拒绝。人权团体讲，这种做法哪像缅甸军方捆着罗兴亚人，是种族的清洗，这种战争罪。This would be ethnic cleansing. The legal term would be forced deportation, forced expulsion, which is a blatant war crime, a violation of Article 49 of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Now, Trump tries to dress this up as a benevolent humanitarian purpose. 哈马斯伫吹责指控以色列妨碍救援物资的补给，和加沙民众上北要转去故乡，暂停这礼拜六的换人，双方互相指控违反停战协议。以军已经加强备战，川普威胁和双边的民众更较不安。加沙南部的民众惊战火再起，拢咧囤物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和支持者是伫特拉维夫示威，要求以色列政府绝对袂当放弃停战协议。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世界大好野人，佮受到 Trump 看中的马斯克，拜伊是出974亿要买 OpenAI。这个介绍是比 OpenAI 市值价真济，所以讲就随去互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甲拒绝。阿特曼阁呛讲要用97.4亿的美金，也就是马斯克开的介绍的1/10来收购马斯克的 X 平台，目的就是要给马斯克食米，唔知影比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带头的一个投资集团，按算用974亿美金，大概新台币3.19兆，要买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也不过，这个介绍比 OpenAI 1570亿美金的市值加较少的。OpenAI 执行长阿迪曼即时伫社群平台 X 顶面发文拒绝马斯克，并且呛声讲要用97.4亿美金，也就是10%的介绍买 Twitter。
马斯克伫2022年开$441买 Twitter 改名 X 平台，了因为财务无好，致使股价降价，阿特曼超工甲滚转去，嘛有2个人卖海的情形搁再出现。事实上 ，OpenAI 是阿特曼和马斯克等人伫2015年共同创办的非营利组织。2019年，2个人对 OpenAI 发展理念有冲突，马斯克选择退出，阿特曼成立一间盈利的子公司，研发 ChatGPT。阿特曼嘛名声透惊城。I came into the trip very, I don't know about pessimistic, but skeptical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possible in the short term to get global cooperation that would meaningfully reduce existential risk. 马斯克进行了几两摆控告 OpenAI 甲阿特曼，批评讲因反背当初公司创立的目标，也就是研发 AI 是要造福人类，唔是要趁钱。这摆马斯克透过律师向 OpenAI 董事会开价了后，发表声明表示讲，若是阿特曼和 OpenAI 目前的董事会想要成做一间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安尼原本的资讯机构就要得到公平的补偿，并且宣称 OpenAI 爱回归开源甲注重治安的时阵到啊，伊要积极追求这个目标。OpenAI 是指出讲，转型做盈利企业是为了确保得到充足的资金来开发人工智慧。看起来两大科技头人的 AI 战争恐惊会继续滚价。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又有飞机烧弄，有一只要飞去凤凰城附近的客机，因为起落架故障冲出跑道，弄到另外一只，造成1死5伤。这已经是2礼拜来美国的第4件飞安事故。救护车紧急出动，去事故现场抢救受伤的人。出代志的235型商用客机，车载为德州奥斯汀出发，目的地是凤凰城附近的斯科茨戴尔设立机场。想未到，出代志的235型商用客机，因为道边主要起落架故障，造成伊伫降落了后冲出跑道，弄到伫天气边另外一只原有200商用客机。这件事故也造成这个机场被闭关6点钟。I can tell you that we have 5 souls, 1 DOA, 2 immediates that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local trauma centers, 1 delayed stable to a local hospital. 这个意外死者是出代志的235型商用客机飞行员之一，因为事故启动时冲击力上大，规架飞行机是卡伫避浪的另外一架飞行机的尾流，救援人员用几啊点钟才将罹难飞行员的遗体搬出来。另外也传出这架客机是登记伫美国当金属乐团主唱范斯尼尔名下，不过伊本人并无伫飞行机顶。On behalf of the city of Scottsdale and the Scottsdale Fire Department,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go out to everybody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这件飞安事故是我2礼拜以来伫美国发生的第4件重大飞安意外，包括1月底美军飞行直升机甲华府另外一架客机伫空中烧弄，67人死亡。同款是1月底费城的医疗专机摔落来，也造成空中甲地面有7人死亡。另外2月初阿拉斯加北领航空小型飞行机也伫阿拉斯加外海坠落海平上，机顶10个人无人活着。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西班牙这10年经济表现真好，去年底去互《经济合进》杂志选做全世界上好的经济体。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2%，超过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一寡国家。英国 BBC 嘛讲，西班牙因为互旅游、金融服务、科技这寡领域并进发展，这经济才会当持续成长。坐伫真水的海岸边，来一杯啊冰凉的秘鲁吹海风，西班牙。南部海堡真侪游客来遮，享受温暖的日头甲沙漠。西班牙旅游业伫新冠疫情了后真紧扩大，推升西班牙的经济表现。2024年国际旅客人数突破9400万，比前一年成长10%，创历史新高，也已经甲全球上大国际旅游中心，当年接待1亿游客的法国实力相当。西班牙是欧元区第4大经济体，不过前几年经济表现真好，去年底更加互《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上好经济体。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指出，西班牙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3.2%，比德国负0.2%、意大利0.5%、法国1.1%、甲英国0.9%，高出几啊倍。
西班牙经济甲数位转型事务部指出，西班牙成功的关键是因为采取均衡发展的模式。伫发展旅游业的同时，金融服务、科技甲投资等领域，更是帮助西班牙为脱离疫情期间 GDP 落81%的关键。美国迈阿密一直是好业的拉美人寻求更好的生活目标。即马大西洋的兴华也出现料想未到，而且佮加热发展的竞争对手。马德里就安尼，互 BBC 比如做欧洲的迈阿密。只是经济复苏带来大量拉美资金，大批拉美好业人甲观光客涌入，互房价甲租金上起，造成少年人买袂起，甚至洗袂起厝，大房贵机继续摊烧。西班牙民间也对过度观光感觉不满，民众加入街头抗议。欧盟执委会预测，西班牙今年会继续伫欧盟主要经济体竞争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可保持高过欧盟平均水准。不过未来有远无确定的挑战。公司新闻地为您编译。南韩的社会风气注重团体活动，无论伫咧学校也是食头路的时阵，拢不时会有聚餐也是食酒的活动。不过，即阵的少年世代是拍破这个风气，批评讲安尼食甲醉茫茫是不时造成社会问题。而且因为通货膨胀嘛，真侪人无愿意开钱参加无意义的聚餐，这嘛造成相关的生理哪来哪清楚。暗暝街路人是哩哩啦啦，伫首尔管辖区新运动甲大学堂北边，俗称的绿头街，以前是真闹热地区，即马山看无以前的光景，餐厅店头门口拢无人，连即间包括真侪媒体报道过煎饼老店，头家拢想要将店拍互人。 원래 내놓기는 재작년에 내놨는데 보러 오는 사람이 없어요. 한 사람도 좀 보러 온 사람이 없었어요. 근데 보다시피 거리에 사람이 없는데 여기 누가 장사를 하러 오겠냐고요. 首尔以大学做中心的相关带动都市发展，第一学府首尔大学附近都是有名的消费场所，是学生甲上班族聚餐第一选择。不过，即马通货膨胀、加啉甲醉茫茫的食酒文化落车，消费者甘愿省聚餐的钱，就算聚会也拢是家己付家己的，也拢无以前请客或者是包场的情形。 경제도 문제가 있고 또 학생들이 술 먹는 문화가 옛날하고 달라요. 좀 바뀌었어요. 많이 안 먹어요. 선배가 후배들을 사주는 게 대학교 신입생들은 절대 돈을 들고 다니면 안 돼요. 돈을 쓸 수가 없어. 因为食酒开钱，佫会产生犯罪问题，大学生已经无流行食酒聚餐。另外，南韩长久以来灰色风气也互新世代讨厌。除了为少年轻女性入港有怨言，聚餐场下常常拄着性骚扰，佫占用私人时间，无法度经营家庭生活。首尔高等法院也伫2007年裁定，强迫员工饮酒是违法行为，所以愈来愈侪企业包括强制员工下班了后聚餐。 맛집을 찾아다니거나 예쁜 카페 그리고 유명한 맛집들을 찾아가면서 그 술을 대체해서 맛있는 음식을 먹으면서 얘기를 나누는 그런 시간들이 많아졌던 것 같아요. 这几年，有那餐饮业业绩落车，受民众欢迎聚会场所规模也减少。2010年到今年7月以来，南韩 KTV 连歌房已经减少2700多间，整体消费者价对小本生理造成重大打击。反映南韩来苏放慢，经济成长受影响。公司新闻有关评语。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会。